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议员受到中国总会 WHO 被邀请台湾参加这届世界卫生大会，试水员强调台湾愿意贡献力量。台大经济系学生会有一组正副会长候选人用证件骗收别人违反性别平等，学校表示会送性平会处理上严重的退学。也中昼伫台中金轮出现38度白高温，不过暗时方面接近全台落雨，另外风太麻，我拜三才会知影讲，敢会影响到台湾。世界卫生大会 WHO 当咧随时召开会议，虽然台湾积极争取，也有真侪国家甲咱相挺，不过受到中国甲巴基斯坦的阻碍，这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日决定，无要邀请台湾参加这届世界卫生大会。啊，那这卫福部所组成的世卫行动团甲立委考察团，今日下晡也用视讯连线召开会议。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台湾虽然人口无济，不过真愿意贡献家己的力量。听得到声音吗？会议室人坐到满满，煞因为房后问题，会议一直无法度开始。用我20分钟才排除障碍，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当地瑞士日内华召开。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也派出考察团，搁伫下昼头一班以视讯连线召开会议。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今年 WHO 有9大重要议题，包括传染病防治、临床试验转做卫生工具等。台湾虽然人口数无济，也毋过非常愿意贡献家己的力量。我们乐意加入这种全球的或者是多国多中心的一些临床试验，在一些新药、新器材的研发上面，或者药品器材的一些引进。施水元表示 ，WHO 特别强调要强化急救急规动静手术，台湾也会针对像战争等建立大量伤病患处理流程。过2天，台湾代表团会到瑞士首都伯恩考察民防救难措施，作为未来施政参考。我们会去考察他们在瑞士的一些防护啦、救难的一些措施，那也许也可以来做我们未来施政的一个参考。施水元阁表示，台湾要加入 WHO， 不是要求要得到别人的同情，而是透过沟通，让台湾有机会贡献予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也毋过，伫中国甲巴基斯坦的阻扰之下，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决定无邀请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今年有缘是无都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长吴钊燮就发声讲，就爱接受台湾，和台湾正做 WHO 观察员。另外讲到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愈来愈大，美国敢会甲台湾列入去核保护线内？吴钊燮证实讲，台美伫这部分有沟通啊。So would you support Taiwan to join WHO? So it's up to the member states. It should get enough So would you votes to support join. Taiwan to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20月伫个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无通受到邀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伊讲，台湾是毋是会当受到邀请，这是会员国来决定。外交部长吴钊燮咧话讲，谭德赛应该爱接纳台湾。我想这种说法跟我们全民的期待不符。谭德赛干事长应该接纳台湾，让我们台湾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也若拄正这落幕 G7 峰会，聚焦伫台海安全的议题，重新反对任何借武力高平来改变现状的作为。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逐工称悬，美国是毋是会当甲台湾纳入去核保护线？吴钊燮讲，美台有咧沟通。任何国家用核武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话，我想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事情。相同诉求的这些好朋友，那跟我们之间也有所沟通。那有关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就这个议题的讨论的话，那不适合我在这边来做说明。也若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19共同宣布完成第1阶段的谈判，估计要伫数礼拜以内签署头一批协定。吴钊燮认为讲安尼通破除疑美论。当然，在这个世纪贸易倡议的签订，对于我国来讲，除了经贸上的合作之外，最重要是政治上的宣示。对于双方之间的这种相互投资或者是贸易往来，也一定会有帮助。以美论会因为这个协议的签署而被破解掉。
蔡总统伫个5日谈话，有批评在野党无应该为选举内底下战争恐惧。吴钊燮表示讲，台湾到底都毋望会当维持和平稳定，战争甲威胁的来源就是中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电子部董事长吴祖嘉指控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买 BNT 疫苗赚美金1亿。针对这款的讲法，苏贞昌和陈时中今日透过律师提告诽谤，搁再要求赔偿1000万。若阵购有成这笔钱是要捐给社福团体。所有所根据的事情都是一些不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用一个计算的方式说我们 A 了1亿美金。没有前面的钱，也没有任何金额的往来，也没有任何的合约，何来 A 1亿美金？像这样的一个任意的指控，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应该。陈时中已经伫咧去年底台北市长选举期间，告吴祖嘉一改收集新证据，搁再提告要求赔偿。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卫福部已经伫咧研究，看要由倒一个单位出面代表来甲伊提告。伫屏东雾台一个培凉水厂20发生寮客意外，有救到5个人，2个人死亡，也搁有3个游客失踪。警消甲民间团体出动超过40人，分做4组，对发现到这寮客民众物件躯壳开始找规工拢找无到人。加上这山区有机会落雨，搜救队伫下晡4点外就开始撤离，明仔是会继续找。前一天，钓伫水中的遇难者透过燃料转接线上平台，透过直升机吊挂要出来转去。也毋过目前有3个人失踪，警消民间团体分成4组，日透早继续找找，锁定100米以下、60米以上的水墙，这大水穴因为未少装备衫拢直接出现。100米深潭这里往下搜寻，然后另外第3组的部分会从60米的这个地方，60米深潭这个地方往上搜寻，因为预料这个地方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搜寻重点。100米瀑布跟60米瀑布这一边，那第2步的空拍机，我们就是从古川大桥以上，我们来做空拍。官府初步掌握失踪3个人是2男1女，也毋过规工找找也是无发现失踪者。加上山区恐惊有地渐阵雨甲雷雨，管好人员安全。下到4点半左右，搜救人员陆续退回。检警精神脚步也无停，脱困的5名生还者4个人已经做完笔录。生还者讲，10人是小酒前往，出发迄天的早起天气真好，也出日头。有5位嘛，那有4位。已经回来到我们的离港分局侦查队做完笔录，那另外1位因为身体不适，所以请假当中。至于我们的笔录内容，因为是侦查当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公开。屏东地检署表示，2日下昼已经完成2名罹难者为体相验，初步认为死因拢是在新进前渡水，也陆续询问相关证人甲证据调查，厘清责任归属。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经济系学生会正副会长选举，其中一组候选人的证件牵涉到族群加性别的歧视，这风波已经对校园拖到社会去了。台大经济系长随通报台大的性平会，会依照这调查结果来处理。若准真正违反到性别平等，上当会甲这学生退学。台大经济系学生会的面册关系正副会长选举的证件，有一组候选人出现亲像女学生上未结婚课程强制穿高中制服上课，也是原住民建议入学的名额减少这个证件，因为牵涉到族群加性别的歧视，引起讨论。对这样代志，台大经济系2日第一时间通报性平会，后续要根据调查结果来处理。歧视性言论不能被容忍这个伤害是真实，是不能被容忍。这个是学生自治事项，要跟他们讨论说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事。第一时间就是通报性平，等于说性平会会先决定说他是不是成案，跟是不是调查。虽然这类候选人已经回释咧，讲对特定族群无恶意，不过若做性平会成案调查事实，上轻的处分是新界，相当是下令退学。前台大经济系兼任教授张英峰认为，学生会是自治团体，对争取担任正副会长候选人的证件应该爱规范。学生会是为了服务同学嘛，那你是讲那些怀疑他是真的想要选吗？还是他只是搞笑而已？他们应该要有一个内部的规律，讲这些跟服务学生没有关，就不应该看出来。任何歧视的语言跟主张，都不是我们在教育上所乐见。如果因为有特殊的目的，而以歧视的方式作为诉求或主张，这一些
都不是这个社会所能接受。教务长潘文忠讲，会请好好了解跟辅导。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最近2年大学的校园活动，也是学生选举，真侪该出现轻视、压制，也是侮辱特定群体，产生敌意的环境，伤害、压迫特定群体。呼吁政府加速制定平等法，强化甲社会沟通性别平等甲人权价值，为制度面推展人权教育。记者综合报道。食牛心肝火望见爸母因，这李东宪穿着 TPE 的衫去到韩国参加跆拳道比赛，摕到铜牌。领奖的时阵，佫摕5车钱来领奖，批评台湾是鬼仔岛。今摆有人逼讲，这个人一直住伫中国，伊是台湾人，真正伫台湾选择国家队的选手拢选无掉。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表示讲，这李东宪敢是共产党，敢有伫咧台湾发展组织，一寡代志拢爱查清楚。穿写着 TPE 的服装，登上颁奖台，摕中国5星旗。长期住伫中国的台籍人士李东宪，最近参加伫韩国举办的亚太壮年运动会跆拳道比赛，摕到铜牌了后，行为引起争议。最近佫接受中国媒体访问，讲台湾是鬼岛独裁、无言论自由的所在。那我认为这个是，也同时让全世界看到出来，台湾其实就是一个独裁的地方。它不允许有异己的声音。根据台南市跆拳道委员会了解，台南人的李东宪过去也捌参加国手选拔，也毋过实力无够，拢毋捌代表过台南甲台湾参赛。那熟悉伊的教练是批评伊无武德、无尊重师道，只想要出名，为着家己的利益配合中国统治。在我们跆拳道界引起很大的一个大家反弹也好，那争议也很大。那我们也觉得。你不管为了你的个人的什么利益，那用这样的手段已经违背了武德。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会请相关单位清查厘清李东宪敢是伫台湾发展相关组织。那他是否担任这一个过转党员，然后在台湾发展这一个相关的组织呢？我们要请相关的单位呢，务必要来清查厘清。李东宪以个人的身份出赛，闹出风波了后，佮批评台湾。陈建仁强调，希望袂造成咱国民众甲全世界误解，也希望台湾会当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无用阮类似侮辱台湾的情形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通促党邀请日本的奥多协流会21来到台湾参访，也因为这个协流会是日本警方认证的暴力团体，来到台湾的时间真敏感。洪执期讲，敢是这乌道要介入选举的，互警方是唔敢大意，专庭监控。预控之数总统大选开始，一个参加政治活动的通促党甲澳门重要山头新闻山分会邀请日本协流会来台交流，暗过拄到选举国党备战。通促党总裁白龙长安乐解释，这是朋友之间的一般聚会，甲政治无关系。昨天晚上呢，我有设宴接风，然后明天晚上来为他们践行，这样子，不像那个宣染跟选举有关系，没有关系。一方面等于是国民外交。其实这毋是协流会第一摆来台湾，自2017年日本 Okinawa 乌邦协流会本部长上江州同志捌率团来台湾丢安乐就捌招待。2018年，日本 Okinawa 时报也报道，张安乐第2后生要甲德联邦成员去 Okinawa 甲协流会高层交流，引起日本警方高度关注。协流会和日本警方看做是 Okinawa 唯一的指定暴力团，这摆来台湾，互人质疑乌邦恐吓介入选举，也互警方真紧张，唔敢大意，专程监控修正。本署已经掌握了他们相关的一个情资也针对他们这整个参访的一个行程有进行这个搜证跟调查，那防止这个我们台日的帮派跟这些团体做一个串联影响到我们的社会治安。这摆协流会到台湾，安顺到中正纪念堂立法院参观，甚至规划到总统府头前翕相留念。23离开台湾，警方也针对公开行程专程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陈后撇防指控讲，伊和 IMB 诈骗集团有牵连。虽然陈后撇一直背回，落尾伊也决定讲要退出立委选举，一来证明家己的清白，二来顾全大局，也拿人选的部分互党来安排。跟大家致歉，
深深自曲中，民进党立委陈后平日搁一摆出现伫法院，强调绝对无甲诈骗集团挂钩，为捍卫清白顾全大局，宣布退出立委选举。伊被控甲诈骗集团交往密切，代志发生真侪天了后，伊一半暝啊先透过面册宣布退选。顾全政治大局，我在此正式宣布退出2024宜兰立委选举，让党更有空间对宜兰重新来布局。对陈后平的决定，民进党中央表示尊重，呼吁检调一个侦办这案件。另外，后续的提名代志，交由提名策略小组来讨论。我们尊重陈欧珀委员勇于面对的决定，也呼吁检调积极侦办此案，勿枉勿纵。至于后续提名的相关事宜，将送交2024大选提名策略小组来讨论。不过，议员有真侪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议员向检方告发，要求爱对查陈后平甚至违反政治的现金法 ，IMB 诈骗风波愈加愈大，包含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南市长黄伟哲拢被敲出八家诈骗集团关系人斗阵翕相。陈正修是跟蒋万安市长有没有什么任何政治上的关系，任何政治现金上的关系？选举期间实在是有非常多的行程场合，会有很多大家国民党你们也都这样讲啊。洪伟哲市长的个性非常的亲民，经常与民众合照，实在不应该拿几张照片来看图说故事。市家审指控黄伟哲并且陈正修担任市府顾问，黄伟哲是透过市府发言人反映，强调是受邀请参加公益活动，斗阵翕相，不应该看图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中国宣布美国美光公司的产品有严重的安全，网络安全隐忧，宣布因境内企业袂当采购美光的产品。我个认为讲，这将有可能会出现转单效益，有可能是去好钓这韩国甲台湾的记忆体大厂。有学者分析讲，若准备接这美光的订单，可能也是爱看美国的态度。美中科技战各有拼面，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公告指出，美光公司产品有较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对中国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国家安全。按照网络安全法定法规，要求企业停止购买。消息一日出来引起关心。美光是目前全球第3大的记忆体厂商，但也就只是第3大，前面有三星跟 SK 海力士，然后只占了10个百分点。所以说，其实美光整体对于中国大陆的记忆体市场来讲，其实能够撼动的，其实也是相对的有限，甚至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认为它是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去年，美国就陆续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的管制，包括3奈米以下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体禁令，禁14奈米半导体设备出口，嘛全面禁止高阶 AI 晶片出口去中国。国家管制范围为原先的逻辑 IC 扩大到记忆体的领域顶。美方甚至希望韩国政府会当敦促家己的晶片商，卖去支援中国市场。所以大厂是不是会当享受转单效应？学者认为，要搁看美方后续的态度。那因为中国本身目前呢，也只有长江存储还有长兴存储方面能够供应少部分的一个这个 NAND Flash 跟 DRAM 的一个产能，所以绝大多数还是需要仰赖进口的。所以在这个部分，那么其实就端看未来美方政府它的一个态度，那么是不是会希望其他的这一些所谓包括了韩系，那么以及台厂。对于在中国的记忆体的出货上也会有相关的一些管制，这个都是后续值得持续观察的。那北京表示，目前美光是全球第3大 DRAM 供应商，去年第4季全球市占率是23%，在全球记忆体扮演重要的供应商角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业务占美光营运比例差不多10%至11%，失去这个10%的营收，那互其他的记忆体竞争对手分去，每一间厂商会当分到的嘛无偌济，记忆体产业可能嘛袂有真大的变动。记者综合报道。在意大利罗马有一个真出名的特拉维喷水池，是伊去互环保团体认识是用甲乌糟糟，伊是要对抗这抗议政府对这个气候变迁问题拢无积极应对，甚至搁投资补贴石化燃料业者。
另外，英国27天有民众伫咧布莱顿海堡发起抗议，因是要求水务公司袂当甲这垃圾水排向同样大海。今日喷水池抗议人士甲欧式液体倒入比意大利首都罗马有名的特维拉下原池，引起大众不满。意大利北部进前严重遭大水，造成民众死伤，9万人必须脱离家园。意大利环保团体最后世代不满政府无积极应对气候变迁，佮继续补贴石化燃料，日益用激烈的抗议手法，甲喷泉泥污，佮伫喷泉内底游布条，佮无愿意离开，最后互赶来远警逮捕，得到附近的民众欢呼。最后世代是意大利有名的环保团体，过去常常用激烈的方式，包括用汤破澎湖的话，伫米兰有名的斯卡拉歌剧院破油漆，也是伫参议院外墙喷漆等等，抗议政府伫气候变迁问题无及时采取行动。除了意大利，英国的布莱顿海堡20嘛发起抗议活动，因为不满水公司伫布莱顿海堡外口排放无经过处理的废水，和英国冲引客反垃圾水的组织，同一天伫英国12个无同的海堡抗议，诉求停止伫海洋甲河川排废水。We've seen over the last year 720 or more sickness case studies where people have got sick when they've gone in the sea from this sewage pollution. We've seen cases of vomiting, diarrhea, UTIs, ear infections, eye infections. It's disgusting and we don't deserve that sort of exposure when we're in the sea. 过去英国的水务甲垃圾水处理事业，伫1989年私有化了后，废水排放的量真惊人。到2021年，政府才立法限制会当倒的废水量。去年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嘛公告会伫未来2年以内投资16亿英镑，减少废水的排放，甲解决污染问题。英格兰的水资源监管机构甲英国环境署暂时嘛当咧对真侪间有可能非法排放废水的水务公司进行调查。国视新闻台是董炳耀。甲乌克兰小隔壁国家摩尔多瓦2日有几万的示威者伫首都，呼吁政府爱挖向欧洲，要求因政府就爱赶紧来修改宪法。摩尔多瓦英国是前苏联国家之一，伊个东部是互这瓦罗西亚的势力所控制掉的，这政治局势正亲像乌克兰。不过，罗西亚政府是唔承认讲因有干涉摩尔多瓦的事务。You will bring a piece of Moldova to Europe, and you will make Europe stronger. 几万的摩尔多瓦人伫当地时间2日聚集伫首都基西涅夫，支持亲西方政府挖向欧洲。Moldovenii sunt europeni și că peste 7 ani trebuie să devenim membru cu drepturi depline al Uniunii Europene. Noi, oamenii acestei țări, decidem acum, fără cale de întoarcere, că Moldova își ridică fruntea sus și merge mândră înainte, merge în Uniunea Europeană. 摩尔多瓦是前苏联共和国之一，伊的东部涅斯特河沿岸嘛叫做外涅斯特里亚，是甲乌克兰相挖真长的所在。伫苏联解体了后，外涅斯特里亚甲摩尔多瓦发生战争，而且战赢摩尔多瓦的军队，双方同意停战。自这起，摩尔多瓦就失去这个所在控制权，这是亲俄势力控制，情况真亲像乌克兰。最近，摩尔多瓦政府指控俄罗斯煽动反政府示威甲文宣，制造国家的不安。不过，莫斯科否认。摩尔多瓦目前长期努力，希望会当2030年加入欧盟。Aderarea la Uniunea Europeană ar trebui să ne aducă nouă bunăstare, locuri de muncă mai bune, fericire pentru copii, o Moldovă plină de succes și tot ce e mai frumos în această lume să fie și în Republica Moldova. 警方表示，这场集会拢总有75000个示威者参加，因为摩尔多瓦伫宪法内底明定是中立国，所以示威者嘛要求政府爱开始修改宪法。公司新闻沈乐贝编译。来看，意大利因发生8年以来上届严重的水灾，已经有14个人死亡，36000人左右呢是有落无厝。因为总理梅
洛尼也对日本的 G7 峰会提早赶登来处理灾情。另外，伫意大利南部的艾特纳火山喷发，说因为这个火山khu伤过高，伫西西里岛东花的卡塔尼亚机场就要暂时关起来。 岛上带来灾情的大雨已经停啊，东部都市拉维纳一湾进伫水内，救援人员伫水深甲有的地区拖手灵船找找需要帮助的百姓。Questo riguarda il tema del maltempo, riguarda il tema delle frane. 原本伫日本参加 G7 峰会总理梅诺尼提早回国，顺是艾米利罗马纳地区当地有民众伫即摆大水当中死亡，伊表示甲保会省长开会讨论再后处理。 Che l'acqua è cresciuta da ieri a oggi è cresciuta di 30 cm sul Piangipane. L'importante è che non sia il fiume, il torrente che torni dentro ancora, quello sì, che se piove in montagna e l'acqua torna dentro, quello è un problema. 在南部以前拢会喷发几啊摆的艾特纳火山一爆发，西西里岛东部都市卡塔尼亚一片雾茫茫，汽车、建筑车路拢是火山灰。 e la piglia anche 3-4 centimetri di spessore, di lunghezza, fortunatamente sono leggere perché sono tutte delle scorie. E niente, l'Etna si fa sentire di nuovo al suo solito, come sempre. 高高火山灰也落伫机场跑道，卡塔尼亚机场航班紧急取消。机场官员表示，要等到能见度恢复正常，搁保证飞机应安全起降。艾特纳火山海拔3330公尺，过去每年拢会喷发几啊摆，喷出火山灰甲熔岩。顶一摆喷发是1992年，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 这天气小风风，印度有几个地区，因迄个所在天气是连续几落天拢超过40度。主要的农业区呢，就是北方邦，也因为这天气伤过热，农作物拢大冷气，相对农民的收入也对着减少。另外，伫西班牙有人故意放火，说因为这个天气伤过干燥，物件容易着火，加上风在吹，这小气的面积大概有1/3台北市遐大。 车路发出重重热气，民众替线挂头巾阻挡日头。印度顶一周月拄着热浪，几个所在地区气温超过40度，首都新德里甚至出现45度的高温。这么热的天气，不止都市市民挡袂牢，主要农业区北方邦的农民，佮怨叹天气实在伤过热，无法度做事，佮毁坏因的作物。 हमारे बिल्कुल गिरते जाते हैं जितने पैसे लगाते हैं दवा इतना गिरते इसमें और फायदा कुछ नहीं आता है हमको और पानी भी इतना देते हैं और खराब हो जाती है सब सब्जी 印度气象单位指出，这摆热浪会继续到礼拜3才会登河。事实上，印度政府4月份就发布报告，指出当地今年热浪比过去30年的平均天数增加3天，而且不止气温提悬，湿度也增加，对民众健康恐吓有致命风险。根据官方记录，去年有30人因为热浪死亡。气象当局在考虑将湿度也降入热浪标准，来防止热死人意外搁发生。 这热天气也影响西班牙。西班牙西部连接葡萄牙边境的埃斯特雷马杜拉，顶礼拜爆发野火，因为天气干燥加上风势助长，火拖甲真紧，数百人紧急撤离。 Mi casa está en la parte de arriba de Cadalso y el fuego ha rodeado la parte donde está mi casa y no me dejan ir a buscar a los animales ni a los míos ni a los de mis padres. 西班牙已经连续3年就雨量比往年平均较低，前当地政府出动超过400个消防员加军人拍火，火势依然无法度控制。目前为止，已经超过8000公顷的土地，因讲是将近1/3台北市被烧掉。当地政府指出，野火爆发原因是有人放火，不过民众批评政府无制定完善的维护甲修复森林的林业政策，这年年出现山火。去年西班牙就发生493件野火。 烧掉超过30万公顷的土地。公司新闻7万2遍页。这几天天气真热，伫今仔中昼呢，这台东的金轮也出现38度8，太麻里也出现38度7。不过，对今暗时开始呢，有一阵黄衫雨晚间，全台湾这半暝到透早拢会落雨。安尼讲做这中度风台麻瓦，目前是伫咧倒高暖偏的东南风3000多公里的所在。气象局预估讲，这风台强度会变更较强，拜三才会当来决定讲，敢会影响到台湾。
受到方面瓦紧进程，西南风沉降效应影响，台东局部地区出现小风，其中金轮高温是38.8度，台马里38.7，嘉南部落有37.7度的高温。高雄台南日时也拢真翕热，也毋过随着日暗风明到，各地高温会明显下降，愈晚落雨也会愈明显。雨势比较大一点的地方，可能会在中部以北地区哦，所以整个累积雨量比较大的地方，可能会来到局部大雨的情况。中部以北啊，其实部分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来到局部大雨的情形。那今年第2号风台马瓦离台湾也有3000多公里，目前也是中度风台，强度继续增强。有高伫行的过程，会受到北边高压导引气流影响。目前国际对马瓦风台有报路线伫5天内拢真小强，继续向北西行，也毋过速度来讲是会北转，也是继续向偏西方向行，都拢有无共啊。5月份正常来说，在过去有威胁到台湾的台风，有发过警报的5月份的这个台风，其实它的路径几乎都是一个由南往北抛物线走的这种路径，就是说它威胁台湾的过程，其实都是在它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影响到台湾。这礼拜来，风台也未影响台湾。拜六日起了后，风台渐渐靠近，可能会继续偏西往吕宋岛还是巴士海峡靠近，也可能北转往日本一带山东，无确定性真悬。气象专家提醒，风台靠近的时阵会是强大等级，到时阵烟台会有长影发生，民众要注意最新的气象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田中分局有一名姓区的警察，昨可能和一个姓张的查甫人赛车发生纠纷，而且对伫后壁甲伊弄死解。双方搁再掠到南投滨江乡，搁再相弄，疑似姓张的便将伊的车互弄一个兵车。彰化警方调查认为，这姓区的警察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等罪，遂改做处罚，记一代个调离开伊服务地区。那派出所的长官连带受到处分，互记过啊。两台轿车经过这个弯路，后壁车好亲像弄到头前车，头前车弄到山壁变去，后壁车个驾驶正生气，行落来看，救护车嘛赶到现场，确认伤者的状况。互人对弄的现场驾驶虽然会当行起咧救护车，不过规身躯真侪所在路着磕着。另外一个县区的驾驶嘛送医，两个人拢无要紧。而伊尾仔6点，县区的查甫人好亲像甲即个县长的查甫人发生行车纠纷，双方冤袂煞，县区的查甫人就开始一直甲惹，连续对弄对方的车，一家南投民间原直路5解小 A， 地属县长的查甫人的车煞变去。疑似因会车造成行车纠纷，秋南南车理论未果后，双方以道路追逐竞驶，多次发生碰撞后，以事故地点停下。南投警方初步了解，县区的查甫人是彰化田中分局的员警，迄个时阵当要下班，县长的查甫人有毒品前科。彰化警方表示，双方先伫彰化二水，好亲像会车煞起冲突，好亲像讲袂出车，才开始开车烧热。行车的方向忽左又忽右，又忽而刹车，牵尾擦撞4次，期间后方张敏突然急刹车，导致邱远刹车不及而追撞。从重何以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地区。所长考核监督不周，何以记过1次，并调整非主管职务。分局长何以申诫2次处分。县区员警涉嫌公共危险罪等案，彰化警方快速对县区员警派出所所长加分局长连带处分，也表示专业配合南投警方依法侦办。南投警方表示，若做确认有故意烧热对弄的行为，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起罚，也会依照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上办。记者综合报道。这赛车的人若当着有人要过车路，这烧娘的动作就爱做。要来要过车路的人，千万唔通伫遐看扫。这外国媒体是形容台湾的交通，就亲像是过路人的地价同款。今日有民众呢伫报纸顶头看广告，还有政府就要解决台湾的交通问题，必须爱严格执法。行政院表示讲，这礼拜四会提出7年400亿以上的这个道路安全行动方案，希望中央和地方做伙来合作，提升交通安全。大大细字严格执法，这署名小市民是确定的民众伫各大报纸的头版卖半张的广告，呼吁相关首长爱解决台湾交通问题，抓到交通地形标签，保障全民安全。方法真简单，就是全力贯彻严格执法，就应该变地形恶名。今天开始，也是5月22号，我们也要求各县市采取
精致执法，也就是请6都以及彰化县人口数比较多的县市，择易肇事的路口100处。那其他的县市除了离岛以外则50处的路口，针对路口的一个肇事的原因加强来执法。其实为杜绝交通乱象，特别是厝地车无让人，内政部警政署为5月开始启动全国大执法，半个月以来，厝地件数超过14000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3倍。自日开始，阁要启动政治执法，要求各县市针对违规热点来查缉。不过，学者指出，执法只是短期手段之一，事故原因有真侪是因为路口设计无好，致使车一顿话都接近误人。另外，后地的设计也要重新检视。不让人呢，是因为我们路口本身的几何设计不好，所以车子接近行车线的时候角度不对。执法手段之外，工程还有教育都有很多可以改善。最近也在规划推动提升人车安全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会在4年呢7年投入400亿的这个经费，来改善人车的安全。行政长陈建仁表示，最近台湾发生真侪件路人死伤的事故，让人感觉真唔甘。礼拜四，行政议会会提出道安行动方案，透过中央甲地方合作，提高人车安全，希望用早日将人行地角的排名声改去除。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愈来愈侪人驶电动车，毋过民众伫社区的停车违设充电条，所以去互这社区管委会告，而且民众拢告诉因。佮强调机关接到民众陈情，认为政府针对这电动车的设备指引拢无写好详细，容易产生纠纷。停车场的充电桩未招电动车主来使用，高雄有民众想要家己开钱装伫家己的社区，向业者办说明会，也经过台电确认电力无问题，暂时互管委会控管。桃园的法规有通过，区权会就算要阻挡，也要提出正式的理由。现在的旧制的高雄或其他县市，除了桃园以外，他不用跟你讲什么理由，都会直接拒绝你的。接到认证的高雄市议员郭建明也发现，经济部能源局发布的社区电动车充电设备设置指引，淡化违规行为，不少人参考了后，家己总管委会就提告，判决拢败诉，要求市府向中央反映。造成民众觉得只要自己私下安装不经过管委会也可以被允许，感觉到这样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中央准备要做局部的修法。市府回应中央有考虑修法，无修法进前，车主也是爱遵守法令。经济部能源局是回应，指引伫社区安装充电桩是毋是爱管委会同意？有并确点出爱有区权大会或者是管委会同意。议员所讲的重点是讨论安全性，社区内爱安装也是回归到原来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这几天伫花莲比赛，毋过附近的宫庙当咧做闹热，这放炮啊、放烟火，这乌白烟的也飞来到这个棒球场。另外天气的关系，这大水遐是世界杯比赛比到一半就要临时暂停。这是中华职棒20伫花莲龙狮大战，比赛进行到7局一半，大量的乌烟突然飘入球场，烟雾和比赛需要暂停10几分钟，球迷只能等待看啦啦队表演。之前没有遇过，就是这个也是中华职棒比较特殊的案例，就是会遇到那种庙会的烟干扰到比赛的。我朋友是有遇过桃园有浓雾干扰，然后延赛的，所以都什么情况都有啊，算是解锁人生初体验。这是中华职棒头一班因为宫庙烟火影响煞暂停，花莲县政府随即通知环保局到场协调附近宫庙绕境活动。也毋过基本上烟火已经咧放啊，也无啥可能暂停，只会当协调避免以后佮发生这款的情形。由环保局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那有关接下来的8月份的职棒赛事呢，我们也会进一步跟我们附近的宫庙呢进行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一个职棒的一个赛程。那也希望让之后的一个赛事都能够更加的顺利进行。另外，现场照明设施的强光也起未少水沟遐。联赛日了后的规场比赛，拢有水沟遐四过杯，增加未少困扰。官府回应，通煞问题属于自然因素，户外空间较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42岁姓肖的小姐，由胃团腺高血压，
有新的时阵，佫再发生糖尿病等症头，伊进前有2天生无落来，险险无命。即届伊有新30礼拜时阵的状况也无好，医生就决定讲要破腹，赶紧把这囡仔生落来。主诊真正就是咱俗称的有心毒血症。这查某婴儿出世的时阵只有1280公克重，伫甲护病房治疗2个月了后，身体复原，才互治疗主诊真正的妈妈比较轻松寡。原本我预产期是去年12月，然后后来王医师说看不行，已经要提早，因为宝宝已经没有在我的肚子里面成长了。42岁小小姐有微团性高血压，有新的时阵引起主诊真症，连带引起有心糖尿病，也有2届死体记录，险险要危害家己的性命。医生也评估讲，伊的身躯无适合搁再有心，而且即体伫有心10礼拜时阵，规身躯含水，血压冲到180，到第30礼拜时阵情形搁较严重。囡仔险险是保袂牢，赶紧破腹才互因母囝平安。医生表示，讲主诊真正的发生几率，大概是2%到10%，会因为有心妇女年会愈大，几率也对咧提升。很严重的水肿、呼吸喘、头痛甚至于说你的视觉已经有开始变成模糊了，那就表示说已经在蛮严重的阶段了。子痫前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终止妊娠，把孩子生出来。医生表示，有新的妇女若总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自体免疫疾病等等，拢是容易得到这款疾病高危险族群。特别是有心20礼拜进前就出现症状，相对是更较危险。对于这个妈妈或者是腹肚内面的囡仔，拢会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引起死亡。治疗重点除了是控制血糖、血压，也搁会观察其他器官敢有引起并发症。若准有必要，就要赶紧破腹生产，才会当确保母囝平安。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的成人礼金1200块，6月7日特别开始发，这18岁到21岁拢会当领到。国家两厅院，也有台中歌剧院、画舞营艺术中心，也有国家交响乐团，因是做伙宣布讲，到年底会配合成人礼金，开出7000个介绍只有300块的成人座位，要鼓励这少年囡仔大家来接触艺术。这是新店主实验场的表演，因的表演会邀请观众做伙互动，突破想象。6月7日开始，少年家若领到文化部的成人领金，就通买票来国家两厅院看演出。伫咱少年人伫青春的时阵啊，就互表演艺术行入去大家的生命内底伊行入生命内底，事实上就真困难搁离开啦为着推展艺术表演，国家两厅院、台中国家歌剧院相关的3馆集团宣布，到年底要推出票价300块的成人座位7000张。若使用成人礼金来买票，搁拍5折，希望让成人马通加入国家级的剧场，接触不同的表演。其实我们的身上有的钱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相比于电影或其他形式的娱乐，真的是相对比较花费比较多的一个途径。有学生代表就表示，虽然家己是爱去剧场看戏的人，但身躯边的朋友就真正较无接触剧场。画舞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表示，自文化部宣布要分成人礼金以来，因的成人卡片申办量就占3成多。因认为，少年人过去会考虑表演艺术的票收贵，即个有政府的资源入来，无的确会当吸引少年人来接触艺术。过程里面，他有没有那个契机去接触到某些特定的东西？这个或许就会变成他未来，他要是有余力去参加的话，他就会去。文化部的成人礼金政策，第一档的预算超过10亿，全国18岁至21岁，估计有900万的青年，拢通领到1200块。除了会当看国片、买册，嘛通加入剧场。文化部长嘛表示，唔惊人来，是惊无人来。这届推展剧场结合成人礼金，就是希望鼓励少年人加入剧场来看表演。记者陈文周、玉水在北昌报道。政府伫家己太保要成立科学园区，今仔日举办动土仪式。行政院长陈建仁专工落南，透过农业科技智慧健康无人机产业，伊个会当有5700外的工作机会。来讲到这一年的产值会超过380亿。行政院长陈建仁22日天落南来到嘉义县参加嘉义科学园区的动土典礼。南科管理局伫报告时指出，
透过农业科技、智慧健康甲无人机产业的带动，会带来5700个工作机会，年产达有380亿。核定到开始动土1、2、3个月。即摆开始开始动土的时阵我较早拢是动土好，水电拢好，较来进驻厂商，毋是，即摆厂商通动土的时阵，就工济入来，安尼的时阵，发电会较紧，时间会较紧有一些厂商有建厂的需求，那一定会先把很多的道路或者需要的一些公设，让它可以建厂，然后能够让整个科学园区完成了以后也可以同步的生产。嘉义县经济发展指标是。嘉义县科学园区88公顷的范围当中，产业用地占40多公顷，内底阁有扣水池、实验中学的建设。目前已经有10多间厂商有签合作协议，要来进驻。后续呢，其实我知道也很多潜在的厂商想要进驻，那也在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程一定的这个程序以后呢，会陆续进驻。有进驻的厂商就表示，进前的工厂伫中部，想要扩大规模，索找无所在。嘉义县科学园区就北路南拢真方便，而且当咧发展农业科技、智慧健康甲无人机产业，拢真符合因的需求，所以对嘉义县的科学园区真有信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对于赛车的人来讲，上界头疼的就是停车的问题咯。台南市政府是全台湾头一个推出智慧化路边停车服务，目前有11000架，覆盖率有到78%。市政府表示，讲明年要冲到9成。另外，也在推出着台南好停车 App， 要让民众会当随时掌握这停车机的资讯。一支一支的智慧停车条，伫咧台南市区侪所在拢看会到。台南市交通局为着要让民众更加好停车，引进智慧停车条，方便民众马上地当纳停车费。另外，嘛，一般的停车位带地址，掌握停车价使用的情形。交通局讲，设停车条买当弥补收费人员报告的问题。它可以提供现场的即时缴费，那也可以提供即时格位的一个查询。到目前为止，已经全台南市有4000支这个是全国规模最大、数量也最多台南市全市有14000个停车架，交通局对108年开始推售。目前智慧停车条甲地址的数量拢总有11000个。交通局表示，覆盖率已经完成78%，目标要伫咧明年完成9成。虽然讲建地的数量是全国上最，不过民众有无同的看法。这样子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方便啦。然后研究了快要半个钟头，我才发觉它是需要悠游卡。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悠游卡，一卡通没有悠游卡也不方便现场使用 Line Pay。事实上，直接把车辆开走一样都可以到我们超商去做补单。找停车位常常爱开真侪时间，交通局嘛推出台南好停车的 App， 内底会使查到倒位有空的停车架，嘛使掌握到离你上近的公民营的停车场，提醒民众找停车位的时间。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即马真侪人拢饲宠物，毋过拢有一个伤过大块的问题。台北市建安国小一对姊妹因着发明讲，一台这个猫呢，就要先运动饲料，才会落来家去。那准备食就要先叮当。这个设计也摕到今年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展的金牌。然后它转到20圈的时候，就会有饲料掉下来鼓励它。造型淡薄像练走机，那猫仔用脚踅到20阶，饲料管仔就会落饲料。这是两位北市建安国小的姊妹仔发明的。最近嘛摕到今年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展的金牌，而且是上细汉的金牌得奖人。因为想要猫咪运动，然后但是发现它们一次不会转太多圈，所以呢就想到20这个数字。两姊妹仔讲，因为进前捌看到一份调查，发现有6成的宠物猫拢受过肥。两姊妹仔就想讲，爱互这款猫仔运动才通食物件，就利用猫仔爱抓的惯势，设计这个发明，互猫仔洗一轮边的 LED 电火就会倒，卖发出猫仔也是主人内心乐好的声音。我想要鼓励猫咪转那些圈，
所以主人可以录音他们的声音，然后就鼓励猫咪。两姊妹表示，因自细汉就真爱研发物件，之前接受失败过真侪届，后来甲这个设计放互流浪猫来测试，发现真正有猫仔咧运动，这届得奖嘛，互因足欢喜的，增加信心，会继续研发各种对动物也是环境有帮助的机器，继续走向发明这条路。记者林文嘉、桂林台北场报道。历史上第二座国际太空站的出任旅行，将伫美洲发射上太空，而且是有史以来头一位刷乌地阿拉伯的女性太空人。因为讲到因的国王是想要透过这太空任务改变外界认为因拢是正保守的形象。时间倒拍算发射升空，民间太空基础设施开发商公理太空公司一项公理2号任务，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拉鹰9号火箭，伫个美东时间21日尾暗仔变5点外，伫佛州东岸的卡纳维尔礁升空。这是历史上第2座国际太空站私人旅行的任务，在历史上第一个上太空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写入历史。Very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representing the government of Saudi Arabia and the Saudi Space Commission as the first Saudi women astronaut go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t's going to be our second journey as Saudi Arabians to space and the first ti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和女性上太空强征3国的实际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从2017年掌权以来，推动改革，想要来摆脱极端的保守形象的新作为，包含现主是33岁仍然研究人员巴纳威在内，这座任务的4人小组，就要伫个国际太空站顶悬来做20项实验。这座嘛是历史上头一摆有3个阿拉伯人上太空。也那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定位计划，19宣布讲，该含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NASA起源签约打造阿提米斯5登月艇，并配备伫2029年执行登陆任务。Blue Origin is contributing well north of $3.4 billion as part of this effort. NASA 史上第一份登月合约，是和全球第2大富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伫个2021年得标，进行阿提米斯3甲4的载人任务。世界第3大富豪贝佐斯的NASA起源，嘛抢到登月艇合约，和马斯克真有拼咧。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1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第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